我喺度再次多謝廠商會對我哋學生嘅支持，培養到好似我哋正話咁優秀嘅學生。今次廠商會再支持我哋浸會大學，有一個係中醫藥嘅本科生同埋年青即係初級嘅中醫師嘅交流計劃。呢個計劃係非常重要嘅。我哋因此咧多謝廠商會嘅支持，我哋就會命名一個facility 就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嘅中醫藥教育中心。大家一講中藥就知道浸會，一講浸會，大家亦都會講浸會有個中藥教得非常之好喎咁樣。希望咧就呢一次咧，就我哋一啲少少嘅捐獻咧，如果代表大家心意咧，希望展開咧，大家更進一步日後咧可以多啲溝通嘅機會嘅。1、2、3。